哦，长风哦，这看起点的，哇，抢不到！我操，有钱了！这个要挣钱。直接光明正大的抢人之家。那个不抢得到的？那当看是没问题。你看，你看。那可能不那个开店的那种的嘛。抬起这个。其实人家看那个别看别的广告了。啥？垃圾走了。往家拖起走。你要弄得好，一口气做饭，老这人呢？没人道主义的啊。好，哎，不，大体怎么来不了？光好多。管你包的可以整东西嘛。